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是言论自由日，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陈南荣追思纪念会，强调讲台湾这块土地未当再出现外来的统治。总统蔡英文结束中美洲的访问，暗时会返来台湾。中国宣布要制裁驻美代表萧美琴，禁止伊甲家属出入中港澳。屏东地检署侦办台湾乌熊一案，调查发现讲最近3天来有4只台湾乌熊互共一群人杀死，起诉9个嫌犯。先开始来看，今仔4月7日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嘛是陈南荣过身34周年。因为前已经停办3天的纪念追思会，今年恢复举办了。副总统赖清德、监察院长陈菊等人做伙出席。赖清德伫致辞的时阵强调讲，台湾这块土地袂当再出现外来的统治，咱台湾爱做家己的主人。嘛讲过去辛苦争取来的言论自由，大家拢有责任来守护。要避免过去黑暗的年代再次出现，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最重要，就是台湾这个土地绝对袂使再出现外来的统治。台湾爱做家己的主人。副总统表示讲，面对外面的威胁，台湾民众就爱团结来守护台湾。伊嘛强调讲，民主自由毋是遐尼简单争取的，应该爱好好啊定实，无应该透过假信息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言论自由。民主的这条路，才有法度脚步愈行愈稳，嘛才会当长久行落去。观众朋友，今已经摕到咱政府发的6000块现金咯。财政部统计，已经有11078万人摕到这笔钱咯。4月7日饭店开始，就来开放 ATM 领6000块的现金哦。有打全民共享普发现金大转的 ATM 机台，就拢会当领，无任何的手续费。最后的期限是10月31。普发6000第一波登记，伫咧清明年假已经开始立效。若是还无收到或者是登记失败民众，也免担心，只要重新登记就会使。有民众看准银行会有回馈，打算直接去 ATM 领。会选择用ATM 领吧，因为到处都找得到ATM。财政部伫早起开记者会宣布，自4月7日0时0点开始，开放民众去 ATM 领6000。指定的金融机构，包括邮局，总共有15间，搭着特别大转的 ATM 机台，总共有26688间。涵盖率高83.2%，分布伫全台湾各地。所有银行所发行的提款卡都可以到这15家的 ATM 来提领。即使你拿着台银的提款卡到中国信托的 ATM 去提领，是靠跨行，可是也不用手续费。民众爱先传的证件包括本人或者是代领人的提款卡、身份证、统一编号，或者是居留证、统一证号，一个发放对象的健保卡卡号。到指定的 ATM 机台就当领，民众爱输入提款卡的密码、持卡人身份证号码，一个发放对象健保卡的卡号，交易成功了就当领到现金6000。我想 ATM 是大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常常在用了哈，都应该是很容易操作。以前呢，可能补钞要到钞券只有剩下20% 的时候，他才去补钞。现在可能他在40%、50% 的时候，他就去加快来补钞。根据财政部统计，普发现金6000块，到4月7日已经有1078万笔完成立效，估计伫咧初七会搁再立200多万笔，等于是有差不多1300万人摕到普发现金。因若进前王道银行伫3月31就家己争出钱提前拨款，造成真侪银行也底做，甚至搁再发生 ATM 也逃走的情形。金管会强调绝对袂，主要是 ATM 才会等到财金查询相关资料，加社会部的资料比对了，系统才会发钱。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中美洲的访问行程特别结束了，暗时就会返来到台湾。总统嘛接受对团采访记者的访问，总统是表示讲，过境美国甲朋友见面是真正常，过去嘛一向拢有这款的安排，中国毋免过度反应。总统嘛表示讲，伊目前做的是对台湾上好的外交政策，未来毋管是对一党做总统哦，拢希望当来确保咱台湾上好的利益。
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祭祖，讲台湾甲对华拢是中华民国，蔡总统是认为讲马英九讲的是1970年代的观点咯。伊嘛提醒马英九，即马已经2023年咯。总统蔡英文的出访就即要结束，转来进前，甲随团的记者临地开讲，并问到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是毋是有调工计调，以免中国反弹。蔡总统讲，行程过境进前就有几多遍，利用过境甲美国的朋友见面是绝有的代志。我们能够跟美方能够有一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我觉得对两岸关系的平稳跟区域的和平其实都有帮助哈。但是我也希望中国方面也可以自我克制哦，不用过度的反应。因为蔡总统就即要卸任，媒体关心未来若是交予副总统赖清德，是毋是会继续伊的路线？蔡总统强调，伊主导的外交政策拢是对台湾上好的政策。未来不论是哪一个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那我也希望他能够以确保台湾最好的利益哦。最佳的利益来行使外交政策，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应该是对台湾是最好的。那也希望未来的总统都可以能够延续。对前总统马英九伫咧访问中国时阵讲，台湾甲对华拢是中华民国。蔡总统认为马英九讲的应该是1970年代论述，这嘛已经是2023年。这个讲法是有跟现在的环境是有一些差距了啊。但是我们以现在的情境来看，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哈，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两岸互不隶属，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嘛。蔡总统这边出访，也伫洛杉矶甲几多年无见面的家人见面。伊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几多年无看到啊。这边见面有淡薄仔激动，也希望家人甲交界朋友，伫咧疫情过后，会当找机会转来台湾看卖咧。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中国国台办指控咱国驻美国代表萧美琴是台独分子，早起宣布讲禁止萧美琴甲伊的家属出入中国、香港甲澳门，嘛要制裁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这两个机构。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蔡英文甲麦卡锡见面是互台湾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另外，针对前总统马英九伫中国的种种言论，陈建仁是强调讲，台湾的代志绝对不是中国的家务事。总统蔡英文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深化台美的关系，引起中国不满，使出反制手段。中国国台办伫初一指控咱驻美代表萧美琴是台独的顽固分子。宣布讲要严禁萧美琴甲伊的家属入去中国、香港甲澳门，嘛点名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这两大机构，伫个国际咧请赢这个台独的主张，同款是禁止负责人入去中国。我相信这是对于台美关系未来能够更加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突破。那我们也预期台美关系会更上层楼。国台办警告讲会照法终身来甲追责。萧美琴回应讲，这是第二遍去予中国共产党来制裁。因若中共海军空域伫台海线咧展开联合巡航巡查，毋过抑阁无现场拦查的船只，嘛无讲着去予咱方新德南来甲监控。民进党立委表示讲，蔡灭会来凸显出中国因的心胸真正是会青青，安尼更加凸显出萧美琴对台湾外交的重大贡献。中方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过度的反应，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所有的国际媒体一定会善笑这件事情的。也来讲，前总统马英九来访问中国，搁再来讲到两岸算是一中。蔡总统来反驳讲，这是1970年代的论述，甲即马有争差。马办批评蔡总统是否定宪法的一中原则，公开主张两国论，会甲台湾带向危险的境界，已经无适任总统的职务。台湾确实是我们的事，不是中国的家务事。不要说只承认美国政府的一中原则，但是却不愿意接受马英九前总统所讲的一中原则，而况且马前总统所讲的一中，绝对是中华民国。洪明凯强调讲，马英九讲的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
赵天麟伊倒口说讲9.2共识是一国两制，马英九顺应中国讲法，这就是咧消灭中华民国。返来台湾了后，会受到国人的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要求美国应该加速对台湾的军售。美国国务院嘛表示讲，目前是个继续的审查，嘛也要求北京停止威胁台湾，来进行有意义的外交。另外，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着讲，若是台湾发生代志，日本会安怎做？岸田是表示讲，看事办事，也毋过仰望台湾议题，会当透过对话和平解决。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来台湾访问，今仔是去立法院，伊嘛主动开记者会来接受访问。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引起北京当局不满，加大对台湾文攻武吓。为了要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麦卡锡希望美国政府加速对台湾军售。美国国务院表示，正伫咧积极审查。The U.S. government is actively reviewing our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ensure that we move arms sal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particularly for Taiwan. And we continue to urge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and instead engage in meaningful diplomacy. 巴特尔表示，美中有真侪沟通的管道，美国方面会维持管道拢正顺，避免出现任何误判的风险。若是美国出力要维持台海和平，边海国家日本也正关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咧众议院备询，并问到若是台湾有代志，美国请日本出动自卫队要安怎应应？岸田讲会依法个别判断，也再度强调希望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立场。いずれにせよ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国際社会全体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と考えており、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対話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従来からの我が国の一貫した立場であります。国际继续关心台海局势，各界也加大友台力量。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今仔日带团拜会立法院，也创立法院的首例。麦考尔主动开记者会接受媒体访问。So our delegation,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e are not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 here, sir. We are Americans standing in strong support for Taiwan. 访问团伫咧初八早起也会觐见拄则访问回国的蔡总统。记者综合报道。国产的高端疫苗公司股票大起大落，嘛风声讲有内线交易。检方去年底搜索约谈高端的母公司基亚生技的董事长张世忠等人，专案今仔侦查终结。检方是认定是属疫苗审查委员刘昌娥甲伊的太太犯涉密罪、甲内线交易罪，依法提起公诉。在110年7月18日下午，专家审查委员会建议有条件通过高端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刘姓被告呢，把这个重大消息泄露给施姓被告。那施姓被告在隔天重大消息公开前，就买入了高端公司的股票。除了刘昌娥翁仔某防起诉，张世忠等被告是无起诉处分。另外，佫有2个嫌犯是转台北地检署侦办，也毋过检方嘛佫查出讲高端的母公司基亚生技牵涉到非常规的交易、内线交易等案件，检方是继续在侦办。再来看台中静宜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顶个月29失踪，家属是正着急，跑伫网络找人，嘛有报案。警方对早是发现讲已经入境缅甸，初步是排除讲是互人口买卖集团骗出国。伊的亲戚朋友嘛向警方表示讲，有可能是受到男朋友的使人接去缅甸。警方嘛表示会赶紧找到人来协助伊回国。顶个月29早起8点左右，画面当中的就是失联的女大生。监视器翕到伊位宿舍行出来了后，过车路要去学校，这也是伊最后出现的身影。台中静宜大学姓林的女大生传出失联，家属赶紧把伊的相片放去网络，请大家斗找，也已经甲警方报案。那警方也证实，女大生即摆已经入境到缅甸。警方目前已掌握女大生入境缅甸两光，正通过外交及警政署驻外联络官管道，积极查明女大生在缅甸行踪。
警方表示，姓林的女大生伫顶个月30捌传信息予因妈妈，毋过了后随失去联络。调查移民署的资料，确定伊伫30迄日有坐飞往伦敦的班机，入境泰国了后，搁转往缅甸。这期间虽然手机也有短暂的开通，毋过后来伊搁无法度联络。那家属也甲警方表示，女大生才拄甲前任的男朋友分手，疑似是受到现任男朋友的洗脑，才会前往缅甸。初步已经排除遭人蛇集团控制，但吕大生出境的详细原因以及是否牵涉诈骗集团等其他外力因素，警方正积极审慎查证中。警方初步是排除甲林抓集团拐弄有关系，毋过姓林的女大生前往缅甸，佮疑似去 KK 园区，可能甲现任的男朋友有关系。当咧了解，伊是单纯要去找男朋友，还是互人以员工的名义骗到缅甸？目前也未掌握到相关的证据，也搁咧积极追查，也会协助姓林的女大生赶紧回国。记者台中综合报道。5天的清明年假有不少民众出国去佚佗哦，有民众投诉讲，因一家伙仔4个人已经交护照证件拢已经交予旅行社的代办，也毋过到机场去集合，旅行社却无因的护照，造成因无法度出国。这间旅行社嘛已经回信咧，表示讲会专业来退费，佮另外赔一倍团费。3月21号，我们拿到件之后，在内部协调上沟通的问题，他们在寄出的时间点上没有沟通好，那等于说变成他当成一般正常件在331我们的一个物流的状况之下下去高雄，也依照旅游契约书去赔付给客人100%的旅游费用，严惩了公司的这个内部的人员那目前我们也是在加强我们的教育训练。投诉的民众是讲，因报名越南的旅行团，团费拢付清了。旅行社的代办业务讲哦，到时阵要出发的时，护照就会送到机场。也毋过，因伫4月7日透早5点，伫高雄小港机场集合，旅行社却无摕到因的护照，造成因无法度出国。品管旅行社早起是出面回信咧，讲是工作人员的毋对，会退还所有的团费，佮依照合约来赔偿1倍的团费。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客运司机哦，可能是停车的时阵无扭手动啊，人就落车要去买便当，结果互伊家己驶的公车去弄着，送病院急救，最后嘛是救无回来。另外，佫有一个客停车司机哦，车驶到高铁的台中站，向血糖上过低，人昏去，去弄着头前的车，加载是无人着伤。客运司机停车准备到对面买便当，无想到后一秒，车辆向头前刷叮当。代志发生伫咧6号中昼，台中一名48岁李姓客运司机将车停咧永春南路路边，疑似因为无扣手动，伫咧公车甲头前大货车的空旁要经过的时阵，去向前女的公车夹掉的。乌姓大货车司机伫咧对面看到状况，赶紧来刹车，而且通报119救护，但是伤者最后送病院，犹原宣告不治。警方表示，因为2台车拢是违规停车，乌姓大货车司机会以过失致死罪上班。该名客运司机送医后仍宣告不治，全案我们警方将报请地检署执行司法相验。另外，因为那2辆车当时都为违规停车的状况，那货车司机我们届时将以过失致死罪调查侦办。高铁台中站2楼的站区，5号暗时是发生59岁王姓客停车司机，向因为血糖伤过低，产生头晕，落到头前小客车的事故。王姓计程车驾驶人因血糖降低而与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交通事故，立即排除事故现场，并让低血糖之司机进食，再往所内休息后，再依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处理。因为车祸双方面拢无受伤，为了避免车辆塌掉的，警方请王姓司机先食物件，搁再协助代为驾驶驶登去派出所完成事故处理程序。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昨半暝11点外，台南桂林分局一个姓寇的警察伫咧巡逻的时，发现一台白色轿车是驶甲撇来撇去，甲伊查落来零检哦，一个驾驶煞向甲车吹的，特别绕跑。这个警察马上拖10外公尺，身躯有真侪所在拢着伤。今仔透早伫生活掠着这个嫌犯咯，嘛甲伊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台南规定分局考试环境6号深夜是咱插疑属啉酒赛车的刘姓男子，不顾驾驶，车门拢已经架落来，无受到车辆汹涌往头前冲。考试环境启用拖行一大段，佮差一点仔启用搞过，是真危险。不过嘛已经造成环境头颈部的外伤，头壳嘛有伤口，或夹在无性命的危险。代志是发生伫6号的深夜，当地民众虽然无当场看到，但是事后这名环境启用送上救护车，过程嘛传开。民众对啉酒赛车又搁倒被查吸的驾驶是非常的气愤。我甲看的时候，看到已经有差不多2台警察车伫遐。我来听你算不要恶接？救护车啊，应该会有消防车。4点外前后期要做临检。当时两名巡逻员警是发现小客车赛车的时阵摇来摇去，因此甲拦插，无受到驾驶车门是摇落来，高高的酒味就走出来。老成缓缓走去了后，警方嘛出动警力，全力来气凶。经本分局动员所属调阅影像，并全力查缉，于4月7号30许在上化区查获犯嫌。案发超过3点钟，老嫌的酒测嘛是搁关达0.35，按照违反公共危险、甲伤害以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王正云台报道。来看昨暗华人市有几个家友因为啉酒伫超商的门口冤家相骂，其中有一个家友就摕刀要堵对方的脑后，着伤的人是加在无性命的危险。也毋过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治安败坏的问题。超商的顶仔卡全拢是火，伊遐边也留几啊罐米酒。当手的家友已经逃走，留了一位最帮忙的朋友，也毋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警方只会当先将伊带到登记派出所。受伤的这个先骂了，另外那一个就不高兴，砍几刀？没有，他是用刺的。刺哪里啊？头。这件凶杀案是发生伫7日暗8点，花莲中山路一间便利商店头前，有3位家友伫顶仔卡啉酒，酒后发生冤家，其中一名45岁姓沈的查某人，拿刀啊堵向43岁姓地查某人的脑后，当场大量出血送医急救。刚到场时，涉嫌人已逃离现场，本所立即通报线上警网实施围捕。旋即于案发半小时后，在花莲市区查获涉嫌人到案。附近居民表示，家友定伫遮啉酒大细声，每一届报案，警方也只会当到场抗离。过无偌久，会等来继续，互附近居民真头疼。这个困难，我想各县市遭受的情形是一样的。毕竟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人权。除非说他严重影响那个私人的领域，否则他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只能提供关怀。官府强调，目前地管的家友9人，关怀复杂人。依据社会救助法第17条规定，若有治安纪律，会先请派出所处理，搁通报家庭带回。也毋过家友会当讲拢有家庭问题，最后也是搁登记记录。此案目前已经以杀人未遂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雾台去年12月份警方对民众的厝内发现有台湾乌熊、水鹿等保育类的动物的尸体，网络阁有一段6人用奥多拜载乌熊尸体的影片，引起真侪关心经过4个月调查，屏东地检署起诉9位嫌犯，调查嘛发现讲3档内已经有4只乌熊红台死了。感觉会伫即只红台死，佮互人用机车载咧四过去的台湾乌熊。屏东雾台乡去年12月发生猎杀保育动物的案件，检方为民众的厝内超出乌熊、甲水鹿啊等等保育动物的尸体。经过4个月的调查，屏东地检署初6侦查起诉，受害乌熊毋那一只。在我们的辖区，不到3年的时间内，共有4只的台湾黑熊遭到猎杀，甚至于其中有3只黑熊是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接二连三的遭到杀害。去年代志发生了后，当地部分民众认为是台湾乌熊撞入去庄内，怕老人为着保护老人甲囡仔，才会杀死乌熊。但是检方调查认为讲，事发地点有7个互相有熟悉的怕老人，为民国109年开始犯4件猎杀案。红台市的台湾乌熊，伫个雾台乡的溪仔边也是山坪，离庄内的路程是0.4公里到16公里之间，所以实际的情形毋是因为乌熊撞入去庄内才红台死的。猎杀2只台湾公山羊，也就是所谓的台湾长鬃山羊，以及5只台湾水鹿，均为保育类动物。
毋但台湾乌熊，另外同款是保育类的台湾山羊仔、水鹿仔也受害。检方认定有牵涉的人总共有9个，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无论是甲掠也是甲抬，上久会判5档的有期徒刑，罚1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甲欧盟执委会主委冯德莱恩目前伫中国的访问，昨嘛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3边会谈，冇1对1的对话。马克宏是拢无讲到台海问题，也毋过冯德莱恩伫甲习近平1对1对话时，是有讲到讲，若使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状，是大家无法度接受的。中国的官方媒体嘛指出讲，习近平嘛有呛讲，毋望中国伫台湾问题有任何的退让，是咧笑上伫喊民。法国总统马克宏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找人甲中国国家主席见面，并且进行3边会谈甲1对1的双边会谈。冯德莱恩伫咧会后表示，会谈时阵有讲到台湾的问题，强调台海稳定正重要。We all agree that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We have a very clear interest in preserving this stability, the peace, and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refore nobody should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in this region. 不过，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讲，习近平态度正强硬，讲台湾的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内面的核心。若是些人希望中国伫台湾问题让步，就是笑想，这是搬石头讲家己的脚。中欧应当坚持对话和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的发展繁荣。法国总统马克宏即阵得到北京送的大礼物，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宣布要买160台法国空中巴士的客机。另外，马克宏伫咧出发进前就公开表示过，除非是中国主动，若无是未讲到台湾的问题，互人批评是走入去北京的限制内面。另外，针对俄乌战争，马克宏强调，习近平会当说服亲密的盟友俄罗斯，并且互大家赶紧登到谈判桌。Les points saillants sur lesquels vous vous êtes exprimés sont de nature à permettre de bâtir, je le crois, une solution de paix viable, c'est-à-dire la seule qui soit acceptable par le peuple ukrainien et qui soit respectueuse de sa souveraineté, de sa sécurité et de son 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冯德莱恩讲，在会谈中，习近平表示愿意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习近平伫咧会后是对媒体讲，已经传好势啊，甲法国共同呼吁赶紧恢复和谈。并且重申支持袂当使用核武的承诺，抑个大家拢避免攻击平民或者是民用设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以色列指控黎巴嫩的武装分子针对因发射34粒的火箭弹，造成2个人受伤。黎巴嫩的军方真主党甲哈马斯是拢无回应，也毋过以色列军队伫今仔早起嘛对黎巴嫩发动攻击。有媒体是指出讲，黎巴嫩南部一个港口都市泰俄发生爆炸。伫咧以色列北部瓦郡黎巴嫩边境的居民，看到火箭弹自天顶飞过，和铁穹系统炸来，空袭警报也开始响，叫大家赶紧避起来。以色列军方讲，黎巴嫩武装分子找人向以色列射34粒火箭弹，其中25粒和铁穹防护系统炸来，5粒落伫咧以色列境内，其他也搁伫咧调查。因为甲以色列敌对伊朗支持的军事组织真主党控制黎巴嫩南部大部分的地区，这边无啥顺常的大规模火箭弹连发，互大家担心可能会发生更加大范围的冲突。אויבינו יגלו שוב שברגעי מבחן אזרחי ישראל עומדים מאוחדים ומלוכדים. 这是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的冲突了，两国之间上大规模的攻击。以色列军方对火箭弹的发射，甲最近耶路撒冷的事件发现有明确的关联性。发言人赫克特讲，这件代志甲巴勒斯坦绝对有关系，也讲哈马斯或者是伊斯兰圣战团体也可能有参加。伊也讲，以色列军方认为真主党甲黎巴嫩政府知影这件代志，所以有责任。赫克特无讲以色列会有甚物款的回应，只跟他讲甚物情形拢有可能。伫过去2天，以色列警方督叫耶路撒冷艾格萨清真寺、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向以色列射火箭报复。
引起所落来军事冲突。真主党伫咧吹人讲，以色列警方突击清真寺是公然侵犯。目前，黎巴嫩也无任何派别讲这件代志是因做的。有一位黎巴嫩的安全官员讲，因国家的安全部队相信火箭弹是由以黎巴嫩做基地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发射，而不是真主党。对这件外界攻击，美国、联合国拢谴责。联合国要求各方自我克制。美国是讲以色列有权利保卫家己的安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法国反退休改革抗议个继续，法国总统马克宏上爱的餐厅，嘛互示威民众放火烧哦。另外有人冲入去贝莱德岛县伫巴黎总部，大声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更有人伫市区的广场放火，甲警方发生冲突。抗议团体是表示讲，因后礼拜会搁再发动抗争的行动。巴黎意大利广场几个所在的草皮放火，火势哪来哪大，现场真混乱。消防员拍火，警察动人，也毋过示威民众的怒火也未化。警方以催泪瓦斯控制场面，互火烧掉的，也有总统马克宏上爱餐厅圆顶咖啡，掠一边互火烧一空。餐厅人员也想要拍火，这间餐厅也是马克宏2017年圣诞时的庆功宴场地，即马毋但是互火烧，也互弹石头甲关啦。另外，铁路工会民众是努力个占领管控全球300条资产，全球上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岛县位伫巴黎总部，示威者大声喊反资本主义口号，搁等烟雾弹。Pourquoi? Parce que cette journée participe d'un processus général de remobilisation, c'est-à-dire 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monter en puissance. Et Monsieur Laurent Berger, la réussite, la victoire est d'abord un parfum. Et là, ça sent bon. Mais là, Emmanuel Macron, à chaque fois qu'il parle, rappelez-vous de ce qu'il a fait le mercredi avec le 49.3. 切拉是法国反退休改革第11轮的抗争，内政部统计，全法国有57万人示威，工会估计人数大约是200万人。全国几个所在爆发警民冲突，当局表示有111人被拘留，154名警员受伤。根据报道，这摆参加抗议的人数有减少。工会呼吁4月13展开后一波的示威行动。马克宏坚持推动的退休改革法案，要将退休年纪为62岁提高到64岁。伊的政府动用宪法特殊权力，无经过国民议会表决之下强行通过，爆发大规模示威。那伊也承认这项改革无受欢迎，也毋过伊的选择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加拿大伫初5的半暝因为下雷公雨，四下去拍到国家电视塔，造成失电，影响到80万的人哦。另外，伫美国的中部连续互加利亚风扫到，密苏里州已经有5个人死亡，嘛算断上100间的厝。是若是直接拍到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后壁阁有正大的轰轰声。根据加拿大媒体指出讲，安大略和魁北克地区伫当地时间初5的透早发生单位讲拍到电波塔的意外。迄当阵这两个地区时落大雨，阁单位讲天灾是造成80万人因兜拢停电。翕到这段遮罕咧看的画面，网友讲单位讲了后，伊的麦克和电视拢袂叮当啊。过来看美国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波林杰郡，当地时间初5透早3点半左右，发生广雷亚风，风速是到每点钟228公里，破坏力是有够大，会当看到广雷亚风扫过去的所在，拢总密密茂茂，厝顶风掀起来，厝嘛倒到歪七错高，世界拢会当看到树仔规丛拢风漫起来。这场灾害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87栋厝受损。I heard it coming. I shut the back door and then we all just ran into the bathroom. We got in the tub and then pretty much you can hear it beating and all the trees are popping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And it did sound like a train when it went over, right over the top of us. So. 另外，伫爱荷华州拜日有民众翕到广雷亚风吹过去的时阵。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中部和南部过去2礼拜是发生真侪件广雷亚风、暴风雪和落霜啊角的事件，已经造成至少58个人死亡。刚这个风暴系统会继续去破坏边仔的地区，影响范围对德州到纽约，暗算5000万人受影响。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巴基斯坦拄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件是贵价买袂起，有真侪民众是靠领免费的食食来过日子哦。也毋过因为人客人嘛发生打死人的意外，上无是造成10来个人死亡，有真侪拢是富人人甲囡仔。
巴基斯坦民众则达失去囝儿面大悲，向挚爱的亲友致意。伊7个囝儿设定3月31日克拉市一间工厂领免费食米的时阵，碰到车祸意外，对了设定50个妇女和儿童重伤不治。जो भी खिलाती इदारे हैं अगर किसी का वो कुछ देना चाहे हालात आपके सामने है कि लोग भूख से मर रहे तो भाई पुलिस को बुला लें रेंजर को बुला लें इसके अलावा अपनी जाती सिक्योरिटी हो तो उनको खड़ा कर दें 在改革期間，巴基斯坦各地的事務發放中心發生幾件車禍事件。在經歷政治不穩定和極端氣候災害了後，巴基斯坦佫遇到史上上嚴重的經濟困難。35%的通膨率是1970年代以來的歷史新高點。根據統計局數據，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受到食品、食用油和電價大起影響，比頂個月加3.72%。食品價上起超過47%，愈來愈多中產階級買不起食米。महंगाई इतना है तो हम अफोर्ड नहीं कर पाते हैं तो इधर आते हैं यानी कि हमको खाने को कुछ मिल जाता है इफ्तारी करने को मिल जाता है। इस वक्त जितने लोग जो पहले इमदाद लेने नहीं आते थे अब ज़्यादा जो है वो आना शुरू हो गए हैं लोगों ने और ख़ासकर वर्किंग क्लास की जो सूरत हाल है। 巴基斯坦消費機構講，以前家戶食物支出佔總收入一半，今麥刷起到8成。高通膨嘛衝擊消費機構的經營，關租減一半以上。造成物資發放出現多意外，小連續發生幾件車禍事件，甚至食品物資在亂中被民眾搶劫。巴基斯坦政府已經和國際貨幣基金 IMF 達成援助協議，若是統計，會當得到美金10億的紓困資金，化解當前的社會危機。公視新聞張秀芬編譯。過來消息來看疫情解封，佮加上政府發現金6000塊，咱國內旅遊市場最近是真旺。今仔是台北國際春季旅展的頭一天有真濟民眾來排隊要搶票啊！有業者是推出100萬的旅遊團，要來城開得起的消費者一般民眾韓國首年4天，冇一個人7900塊的票啊，通搶。台北國際春季旅展頭一天，有100位的民眾排隊入場，還有搶頭香的民眾專工坐一透早的火車去現場搶優惠。坐火車過來嘛，怕太多人，坐火車塞車。我們是想買一些農場的住宿券啊，那一些。看看這個國內外的旅遊的機票啊。我們是參考啦。看準疫情解封，加上政府發現金6000塊，刺激民眾想要出去耍。有真濟民眾感覺伫個國內旅遊比國外旅遊閣較貴。有業者推出國旅團，去家己看花2天，限定平常時出發，每一個人700塊有走，按個餐費還有小費另外計算。以平日出發為主啦。那如果你是卡到連休的話，費用會高一點點，但不至於說會非常的貴，因為我們都是跟飯店業者有做合作。甲國旅市場比起來，其他業者推出國外旅遊商機，有旅行社專供100萬旅遊團的登記人客，推出西部、非洲18國，算41天，每一個人愛1024000塊。嘛有人以較小的價格來吸引遊客，去韓國首爾算4天，每一個人7900塊。航班在慢慢恢復，那我們目前觀察到票價也有下降的趨勢，大概下降1成到2成。在我們公司來講的話，目前慢慢的緩慢的急速的，最近是急速的上升到4成到5成了，剛開始3成左右。經過3年的疫情，團出不少旅行社倒去，也是帶隊的離職，旅遊市場面臨搶工的問題。敢會當趕上疫情了後旅遊復甦，還佫觀察。記者綜合報道。新聞報道，雖然和民眾會當方便出入山區，也毋過一寡設施，定定去傷害到野生動物。林務局伫3天前就開始用在地簡單的材料來做報道，透過紅外線冷壓機的監控發現講動物就算無勢力去調佇報道的設施，嘛攏有法度家己逃出去。拉里媽媽派着伊個囡仔無細力跋入去水溝內底，非常出來才爬出來。林務局透過影片指出，離林道濕地的排水溝、集水井、擋土牆等等，若是野生動物跋入去要脫困，恐驚更較困難，所以決定要使用簡單的材料，設置爬坡道、爬梯，還有攀爬網，透過攝影機記錄到動物順利利用這些設施來出入。這些構造如果沒有去做這些設施的話，基本上它就是會一個長期存在的，像是一個動物的陷阱。所以我想，我們只要做這些
一点点的改善，是对于动物的生态会有很大的帮助。影像记录着保育类的黄河雕行入爬坡道顶头，还有台湾腔仔、台湾高山啊，全部拢出现啦。这个生态优先设施除了伫林道湿地更加推广到森林游乐区甲农产水利设施，离水准正式嘛拯救水鸡甲蛇。以前的话是比较三面光啦。那现在的话，我们大家也都比较注重这生态保育嘛。目前已经29条林道湿地252大生态优先设施，嘛选择生物出现的热点，计设31台红外线摄影机。林务局表示，这成功的案例会当提供国内其他公定单位来参考，其实唔免开伤济经费，就会当达到真好的效果。记者林俊梅、桂俊林台北报道。内政部规划讲，要利用台61线西边的土地来开发渔田共生，其中云林县的麦寮有192公顷的土地准备要开发。当地文化协会是批评讲，即马庄卡愈来愈侪土地拢用来种绿电哦，也毋过政府拢无提出完整的配套办法，嘛拢无看到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永续豪杰在无闲蛤蟆修行，但听到近期内政部划定台61线以西土地，将进行渔田共生的开发规划。有当地渔民表示，永续豪大部分各咧公安，强调相关的配套还未完善。主要的原因，你今天你做太阳能下去，比如说你做一甲地做4分地好了，其他的你如果在洗药剂的时候，我们的蛤蜊会受影响。你如果跟我们说你签20年、10年，你如果要把它移除的话，我们相信不可能100%移除得掉。苗栗文化协会表示，近期内政部搬定台61线以西土地，将未了向192公顷的土地，纳入渔田共生的开发规划。地方就认为，必须要扩大都市计划配合具体发展，袂当干那一直发展绿林。其实我们有将近2/3的土地，几乎都在台61线以西。那如果大面积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开放，其实连人要住的地方都已经快没了。结果政府要考虑做光电设施。当地协会就讲，若去工业区建造未了后，下游的厂商纷纷在工业区周边设厂，但因为欠缺相关的规划，只当将工厂设咧农渔用地。但现在还有192公顷的土地，被纳入渔田共生的开发规划。若无妥善进行都市计划，毋但不利具体发展，恐惊还造成环境生态危机。记者为您报道。教育部对98年开始提供创业基金，予大专院校的学生组团来报名参加 U-Star 创新创业计划。咱来看嘉义的中正大学已经辅导130多个团队嘛确实有看到一寡产业的明利之星。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伫即礼拜六暗时的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嘉义的少年人是安怎来创新产业，要做一个无共款的头家。健康佮好食的墨西哥卷饼，是啥真侪消费者来食看卖。黄基峰也是中正大学的学生，伊参加教育部 U-Start 创新创业计划，以在地、潮时、无毒的食材做食落无负担的料理，用标准化、好复制、甲合理的介绍，成做因创业的理念。伊希望会当成做健康食食领域的头人。一来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啦，对吧？二来也是想要继续去造福，就是学生可以吃得健康这个理念，然后这2个理念就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流浪动物的收容处理一直是这几年政策的议题。黄普谦是真介意动物，伊带领创新创业基地内底保护团队建立电商平台，互厂商甲动物之家建立3甲的消费模式，再佮营收扣除成本回馈互动物之家，正循环的商业模式，希望会当推广成做一个根本。这2件马上会使去互有一个大转变的，做互别个狗园看，佮去帮助别个狗园，安尼开会使去短时间佮复制到其他狗园去，互整个台湾的狗园生态也在大转变。资金的来源是创业当中上界主要的障碍。台湾银行的法规是真严格，互创业需要贷款的少年人四界碰壁。中正大学创新创业基地 BZ 团队打造全台湾唯一甲银行合作的企业募资平台，帮助有需求的人会当真紧申请到资金。
台湾对高科技起家，嘛是要有中小企业来到处理。所以我的理念其实嘛真简单，就是讲支持这中小企业。这少年创业家因跳脱传统的束缚，发挥无限的潜力。就算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拄到困难，不过这拢是助长因成长的过程。在全球网络发展真兴的情形之下，总有一天因会成做后一个真出色的团体。记者罗敏祖、吴维修家己报道。真侪演唱会表演哦，票是真歹抢，黄牛票的情况是真严重哦。行政议会已经修法通过，要来处罚卖黄牛票的人，未来红领着是当罚门票价值10倍到50倍。若使用软体也是假资料来抢票，相当哦会当关3档，罚300万。南韩女团 BLACKPINK 进前来台湾演唱，为咗黄牛起大价卖票，类似的情形无罕见。亲像去年11月，南韩团体 Super Junior 队长伫当时直播的时阵，就讲来台湾的演唱会本来讲干那2场，后来加开第3场，都是因为黄牛抢抢光。 대만 콘서트는 2회였다가 안표가 엄청났다는 얘기를 들었어요, 그렇죠? 就是上网去买就是受骗，然后可能都是原来的票价的好几倍。台语歌手洪立友嘛捌为买将哄骗讲话，行政议会设立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被重罚黄牛。 只要超过票面的金额，或者是票的定价加价转售，就构成黄牛。身份产生器啦这一类的方式来做购票，或者是外挂城市机器人扫票，那这个也是现在主要黄牛票最大困扰的类型。 草案中写明要阻止加钱转卖艺文表演票券，其中嘛包含使用不同方式取得的行为，加钱换倍或票银金额10至50倍。那用外挂等不同方式取得票券，是行政法加刑法做违法。如果是代购的话，按照目前这个条文，应该就可以罚得到。还没有贩售，只是意图贩售、意图贩卖的话，可能还罚不到。 非公自用、意图盈利而上架陈列贩卖，这样就可以加以处罚了。若是新名制是不是入法？文化部评估认为现阶段无强制立法，会持续辅导业者实施新名制，并建立合法的二手票券平台。另外，这个修法嘛，针对个人也是事业单位伫投资影视影专的时阵，会当享有租税优惠，希望持续壮大台湾的文创。记者综合报道。 每年的分科测验要加考数学E，也毋过全校总是发现讲，数学E的考题范围是以数学 A 这款版本为主哦。恐惊未来高二学生拢会去选修数学 A， 数学 B 哦，可能就无人要选咯。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来召开专案会议来做讨论。 为着要因应大学相关系招生的需求，嘛希望加予社会组学生加较侪机会。114年分科测验要加考数学1。 全教总根据大考中心顶个月伫咨询会议公布的草案，这考试的范围会以数学 A 做基础。不过，若真正安尼做落去，恐惊就会违背108课纲数学分流的理想。有可能所有的一个高中生，他会在2年级的时候，为了后面他的一个考试方便，全部选择数 A， 那会让数 B 就真的就被消灭掉。 全教总指出，99暂时课纲的数学1是社会总的数学，嘛是只考的范围。但是108课纲的数学1爱学微积分，嘛爱学较深较济，所以114年加考的数学1已经和英国无共款咯。全教总认为，大考中心数学1的范围应该爱以数学 A、数学 B 定态内容落去考，而且嘛要遵照数学1课纲的内容做基准。主要简单的讲，就是多的微积分。 好，那这个多的微积分，那个难易度就差得非常大。你必须要删除数 A 独有，同样的也必须要删除数 B 独有。大考中心回应讲，数学1的考试内容以高3的数学1做基础，爱包括1年的固定必修，加上2年的数学 A 和数学 B 定态单元，加数学1的相关单元。教育部表示，国教院会伫4月底进前，和高中数学学科中心提出教学和学习建议，予2年修数学 B 的学生，伫咧修数学1了后，有能力通去考分科测验。记者综合报道。 所谓性暴力的案件是愈来愈多哦，各以各中的受害者上侪，
妇委会一份针对家长的调查嘛，发现讲，大部分的家长拢真烦恼讲，囡仔使用电子产品，目睭会出问题。有六成的家长嘛真惊讲网络一寡色情不利的内容，所以妇委会嘛呼吁讲，所有公民的教育应该对幼儿园就开始做。伫休困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啊、3C 这个产品是正侪民众的日常生活。不过，若是讲未成年的这个儿少因来使用3C，家长就难免讲会有小可烦恼甲顾虑。当他在网络上一打出鬼片的时候，那个搜寻引擎上面跳出非常多恐怖片，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分级制的。他们拥有这个工具，但是他们不懂得保护自己，跟不知道如何善用它。根据妇委会的调查，这个囡仔因接触3C 产品的年龄有3成是伫个6岁以下就开始接触，主要是使用的原因，家长是嘛讲会当甲放伫个学习、娱乐，也阁有直接联络。不过，这个囡仔因大部分是甲摕来看影片、做算、做佚佗为主。对于使用3C 的烦恼，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目睭会地带病，还有过度沉迷和接触色情暴力，这个较侪。还有袂少家长因烦恼讲囡仔会去互生气，也是讲伊会去甲别人爱这个性私密的影像。人家要拍他的时候，孩子有没有拒绝能力？那如果我们孩子从小教导他要有一个性自主权，孩子有可能会已经接触大量的资讯，很多其实是没办法进去的，那就太可惜。所以我们会呼吁看，就是更尽早在幼儿园的阶段，观念跟概念的话会更好一点。妇委会认为讲，电脑课程一般是从这个国小就开始，不过甲对应这个儿少因伫6岁进前就会来接触3C 的情况来看，有小可较晚。建议讲，爱甲这款所为公民所用的教育，甲提早到幼儿园的阶段。也若家长嘛是需要来教育囡仔，伫所谓的环境，咱的身体界线，唔通凊彩过去甲人翕相，也是讲上传影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因为锋面通过，佮有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就较凉冷咯。台湾的北部东部地区，佮有中南部的山区嘛拢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嘛有雨水。对于暗时佮到明仔载同款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佮东北部天气嘛同款拢较凉冷哦。另外，各地方嘛是拢有可能会落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